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崇拜时间已经到了，让我们一起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崇拜我们的上帝。续乐，给我们一个和弦。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应当肃静，肃静，肃静，应当肃静。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永在的上帝，全能全智的父神，感谢你使万物更新，在我们农历新年的伊始，求你赐给我们力量与智慧，踏上我们生命的新旅程。自岁首到年终，都有你的恩惠同在。无论大小事，我们都愿遵照你的旨意去做，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圣尊名。这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之名求的，阿们。来，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今天的崇拜诗歌《诸天赞美》，在新灵粮诗选第53首。我们唱全首，大声的唱。众心相拜。
端站立，我们以使徒信经来做我们信仰的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在童贞女玛利亚受生，在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荣耀颂。姐妹请坐。现在我们要起印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诗篇147篇第12节到20节。诗篇147篇12节到20节，由思慧来起。弟兄姐妹，对不起啊，诗篇第1篇，对不起，诗篇第1篇在旧约540页，由思慧来起，弟兄姐妹来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因为我们翻开我们的周报，我们一起来看公祷的事项，我们一起全心来祷告。主啊，我们在此为东欧国家乌克兰祷告，当地正面临乌俄战争的危机，恳求主施恩怜悯，使和平早日来临，也为基督信仰能够进入乌克兰人民的生活文化，民众能够认识基督信仰，同心来祷告。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中教区教会台中卫道堂吴东泰牧师来祷告，愿他们的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能够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我们为台湾的行政首长以及各级官员来祷告，求主赐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给台湾的人民。我们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来祷告。我们也为台湾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护人员、军警人员来祷告，求主赐给他们身心灵都健康。以上是我们诚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之名，阿们。我们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现在请曾荣基弟兄来为我们诵读今天的圣经经课。今天第一处的经课在耶利米书17章5到10节。耶利米书17章5到10节，在教会圣经857页。翻到由我来攻读。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碱地。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在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第二处的经课在哥林多前书15章12到20节，在新约圣经192页。哥林多前书15章12到20节，翻到由我来攻读。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上帝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上帝是叫基督复活了。若使人真不复活，上帝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使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以上是今天的经课。那由思慧来诵读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6章17到26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6章17到26节。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污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这样。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
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现在由诗班来献诗，在这时刻。
现在由我们的参牧师来证道下山宝训。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主日的当中跟大家一起见面。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看到犹太人很会过节日，他们常常会过逾越节，会过五旬节，他们会过这个住棚节。那其实我们华人也很会过节日，各位不晓得知不知道？其实我们现在还在过年的当中，知道吗？我们说初五的时候是开工日，但是事实上，华人的这个过年是要过到15号，就元宵节过完之后才叫做过年结束了。所以其实华人也很会过节的。你看一次过15天的节日，当然15天之后可能又要开始进入正常的工作或者是正常的生活。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会学习一个东西，就是当我们在过节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很好的学习放松，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该放松的时候要放松，但是该工作的时候就当努力的工作。所以平衡就是让我们能够在工作的时候工作，休息的时候该休息。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好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它有特别的用意。好这个字在圣经里面除了有美善的意思，它也包括有平衡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工作有时，休息有时。那我们会发现有这个阴阳男女，或者是白天晚上，这些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平衡。求上帝给我们能够学习平衡在这个当中。当然免不了我们华人还是有这些的习俗的。各位知道，其实我们也靠近元宵节了。各位知道，在台湾有3个节日，在农历的当中，有一个叫做中元节。各位知道在什么时候？知道吗？7月15号，对不对？那各位知道上元节在什么时候吗？上元节，我们有中元节，一定也会有一个叫做上元节嘛。上元节在什么时候？知道吗？1月15号就是我们的元宵节。那下元呢？不知道，对不对？好，回家自己查一下好不好？求上帝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过节也要有意义的，好不好？要有那个仪式感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在开始前，一样牧师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刺伤到，或是觉得感受到不悦，因为只是一个笑话。好，各位知道在过年的当中，有很多人要去试手气比如说他会去买刮刮卡、刮刮乐，或者是要去买这个大乐透，看看是不是能够中奖。有一个人突然间真的中奖了，他从来本来都是很穷困的，突然间变成有钱了。各位知道，有钱人在我们的华语里面讲叫做有一个词叫做暴发户，知道吗？暴发户就是你可能本来就是土包子，但是突然间有钱了，哇，开始要过一个特别不一样的生活。好，这个人突然间有钱了，他要开始过这个叫做有钱人的生活，所以他进去一个很高档的餐厅。进去餐厅的时候，他看到那个上面的那个菜单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鱼子酱。那从来没吃过鱼子酱是什么东西嘛？他就跟服务生问说：“请问一下，鱼子酱是什么东西？”这个服务生就跟他讲说：“鱼子酱就是鱼的蛋呐。”然后这个暴发户就跟他讲说：“哦，那这样的话，那你帮我来2颗好了，我要大颗的，还要煮熟的哦，煮熟再给我这样听得懂意思吗？暴发户是什么？他连那个鱼子酱是小颗那个鱼卵那个小颗他都不知道，他只是要说：“这个东西好吃，我点这个东西。”所以求上帝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生活当中不是只有这个有钱就代表了一切，其实包括我们的生活生命也必须要跟着一起成长。生活的富裕不一定是只有金钱，包括你能够有生命中的智慧，你能够学习一些技术，刚才也提到过，包括你能够有很好的人脉，这些都是你的财富。所以求上帝给我们能够有丰富的财富，不是只有金钱的部分，包括人生的智慧，包括我们能够有一些的学习的技术，包括我们能够在人际关系上能够更好，这些都是我们的财富。愿上帝给我们的财富是丰富而美好的，愿上帝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拿起自己的圣经，我们一起来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这段祷文，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
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张的图哈？有人说这个最上面那个是在过除夕的时候，就是还在去年的时候。那这个第二个图就是在过初一的时候，哇，开始健壮了。第三个图就是吃的太多了，初二以后就开始变胖了啊。所以各位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你看这个过去可能这个还没过年前，哇，大家很辛苦，然后过了年之后就开始越来越增加。但是华语有句话讲叫做过犹不及，超过跟不够都是一样的，都是没有达到那个标准或是那个好处。所以你看那个上面那只老虎瘦瘦的，好像没有什么力量，但是那只最下面那只胖胖的老虎也没有什么感觉，也没有什么这个力气，大概很可爱。只有中间那只老虎才是比较健壮的。所以其实我们人生当中也要有很多的平衡。我们刚刚提到说平衡是好的意思，所以好也代表说我们能够有一些运动，也有一些休息的时候，或者是休闲的时候。如果没有去运动，或是没有去让身体做一些的训练的话，有时候吃太多进去，反而出来的东西就变成是赘肉了。所以最近有几位弟兄姐妹跟牧师下的战帖，希望4月1号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好的成绩。当然，这个也必须表示我必须要尽很多的一些的欲望哈。那也求上帝帮助，希望可以尽得了这些的欲望，希望可以变成是中间的那一只不是那个下面的那一只希望是这样。好，那当然新年我们刚刚说新年还没有过完所以求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在新年都一切蒙恩，认识耶稣就有福气，然后相信耶稣就蒙救恩，信靠耶稣必蒙福，跟随耶稣一生都是祝福。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一生都在上帝的祝福的里面。所以我们刚刚各位如果进教会的门、教堂的门的时候，我们的后门的地方有贴一张春联，叫做平安是福。愿上帝带领我们平安是福。很多人说平安就是没有事情，但是平安也包括刚刚提到了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有一些的平衡。求上帝给我们在生活跟生命里面有平衡。除了平衡以外，好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和好。和好的意思就是你要跟这些就是不平衡的事情要能够有和谐跟合一。包括也许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不和好的，所以平安也代表说跟上帝的关系是和好的。也许你跟人的关系是不和好的，包括我们跟人的和好也是这个平安，包括我们跟自己和好也是一个平安。所以各位现在知道有一些人是在这个精神上面有一些的疾病，很多都是给自己自我要求过高，或者是给自己的压力太大，或者甚至是有一些跟自己不协调的地方，这些都叫做没有平安。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寻求不单是外在的平安，也能够寻求内在的平安。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有点奇怪，各位比较常常听到的都是叫做登山宝训，对不对？可是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东西叫做下山宝训。好，但是等一下跟各位解释之后，各位就知道下山宝训是什么东西好，那我们要看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要先有一个背景的预备。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同样的路加福音的第6章的13节的地方，让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13节的经文第6章13节，这里提到有一个事情是耶稣在这个事情之前发生的。耶稣挑选了12个人，我们来看一下13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一下13节，一起念来。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好，各位，过去我们都知道耶稣有12个门徒，但是我们不晓得说使徒跟门徒的一个差别在什么样的地方。门徒是学习耶稣的样式的，所以通常过去的拉比他们要收学生都是叫做收门徒所以各位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只要你看到门徒就知道说这是耶稣所收的学生。各位如果喜欢看武侠小说的话，各位知道像少林派的弟子他会打少林的功夫，武当派的弟子会做武当的这样的武术，所以跟随耶稣的人也是在学习耶稣的样式。所以门徒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学习效法耶稣的样式。
所以如果你是学习效法耶稣的人，那么你就是耶稣的门徒。所以人从你的身上会看到耶稣的样式，就好像打少林拳的人，人家一看就知道这是少林的功夫，或是武当的就说这是武当的功夫。看到耶稣的门徒就知道这是跟随耶稣的人。所以12个门徒也代表这12个人是跟随学习效法耶稣的。但是为什么又突然间变成使徒？事实上是有原因的。使徒代表着他们是有使命感的，他们是要出去做一些事情的，他们不是只有在课室里面学习，他们是要去学习一些事情，是实际上要去运作的，或是实际上要去带领人的。我的弟弟是一个修车的师傅，以前年轻的时候，他要学习修摩托车，他要跟一个师傅学，所以他高职的时候，他下课他必须要去找师傅来学习怎么样去拆装摩托车。那他可能要学习的时间将近3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砍塞亚钢，就是要学习做这个徒弟的，可能必须要3年或3年半的时间来学习你的老师。老师在做的时候，学生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你要常常去看，或是要跟着老师去学这个功夫。什么时候叫做毕业了、结业了？就是当老师说你可以再去收你的弟子的时候，你可以再去收你的学生的时候，这个学生才叫做结业了。所以以前过去的这个门徒跟老师的关系也是这样。如果今天我去拜在哪一个老师的门下，什么时候叫做毕业？就是当这个老师告诉你说你已经可以去带你的学生了，这个时候就是叫做结业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使徒也代表这样的意义，他们不单是要学习效法耶稣的样式，他们也同时在教导别人来学习耶稣的样式。他们有使命，他们要去告诉人你要怎么学习耶稣，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学耶稣的。所以在13节的地方，耶稣选了12个人，这12个人他们要学习效法耶稣，并且耶稣差派他们去来带他们的学生，所以这12个人叫做使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登山宝训，叫做8福，这是耶稣的门徒训练。但是下山就是耶稣差派门徒去下山之后，让他们再去带自己的学生。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下山宝训，其实就是耶稣的门徒训练的实作，也就是耶稣教他的门徒怎么实作。我们来看一下19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9节的圣经，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一节圣经，一起念来。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好，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耶稣下了山之后，有很多人想要跟随耶稣，甚至想要摸耶稣。各位千万不要觉得这个“摸”这个字在这个时候有点怪怪的，好像是不是在吃耶稣的豆腐？不是啊，其实他在讲的意思是什么？他们想要去接触耶稣，他们想要从耶稣身上得到祝福，他们想要从耶稣身上得到帮助，他们希望要得到恢复跟医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基督徒，我不晓得各位你的感受会是什么？你觉得你身边的人想要亲近你吗？摸的意思也代表他们想要亲近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学习效法耶稣的样式，请问你身边的人会不会想要接近你？还是如果你出现的时候，众人就开始闪避躲避我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远远的就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人喜不喜欢去接触你？如果我们把摸换成是接触的话，人喜不喜欢跟你接触？人喜不喜欢接触到你这个人？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很会当基督徒，做基督徒，但是我们不太会做人，知道那个意思吗？当基督徒我们当得很好，每一天我们读圣经祷告，每一天我们照着上帝的话去做，我们很简单，甚至我们可以照着主的样式去行，但是我们会不会学习像耶稣一样比较有人性的耶稣？我所谓有人性的耶稣，就是路加福音里面你会发现耶稣是很有人性的，他可以跟人接触，他不是排斥说这些人是罪人，离开我去吧，没有这样。耶稣看的是什么？耶稣跟这些人在一起，而且这些人愿意去摸他，愿意去接触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活当中，你身边的人愿不愿意去接触你？还是他们看到你就讨厌，看到你就闪得远远的，看到你就觉得看到你浑身就不舒服？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耶稣在的时候，很多人希望去接近他。如果你在这里的时候，或是你在你的社区，你在你的家里面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去接近你？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对外人很好，可是包括我们对自己家人的时候，我们就不是那么客气了。昨天我在带年轻人，在对年轻人婚前辅导的时候，就提到一个事情。各位知道，在台湾话有一个俗语，可能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听过，有一个俗语叫做“牛雕来恶牛母”，不晓得各位有听过这个词吗？牛棚的里面，公牛只会对自己的母牛凶，然后对外的时候都是很温和、很温驯的。所以有很多人也是常常这样，我们对外的时候，哇，好温和，哇，这个人看起来好有气势，这个人很有礼貌。可是对自己的家人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客气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对外人客气，那么我们应该要对自己的内人要客气。能够了解那个意思吗？如果你能够对外人好，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对自己的内人要好呢？我所谓内人，除了包括太太以外，是不是也包括你家里面的人？你也应该这样的对他们客气。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事情，就是在我以前我的家里面，我们家里面从来都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不会有任何人去跟你说谢谢，而且正是认为这是正常的。我说我遇到我的老妈，如果今天菜煮得好，可能就多吃2碗；如果觉得不好吃，可能就骂她说：“婷儿，你今天怎么做的这个这么咸，或者是怎么样？”我们会嫌弃自己的家人。在我的家里面，我们从来很少去说谢谢。我第一次看到有这个对家里人说谢谢，是我在教会的时候，我在年轻的时候，当年轻人的时候，国中的时候，到教会里面参加青年团契。当我去到牧师家里面做客的时候，师母拿一杯水给牧师喝，我听到牧师跟师母说谢谢。我说在我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在我家里面水就是水，拿来就拿来，然后甚至你可以命令自己的家人可以给你倒水，可是你从来没有去说任何一个谢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那么我们的生活、行为、生命是不是应当跟别人不一样？如果我们对外人可以很好，那么我们应当对自己的家人、对自己的内人，应该是要更好的。所以我们今天看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4福4祸，4种福气，4种灾祸。但是在另外一个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里面叫做8福。各位如果看在马太福音第5章里面，耶稣的登山宝训那个叫做8福。但是今天的下山宝训却是讲到4种福气跟4种的灾祸。今天要做的一个对比，就是让各位知道说，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里面讲的东西稍微有不一样，但是其实那个是在不同的场合里面，耶稣对不同的人所说的一个教训，但是内容是很相近的。各位如果看马太福音里面的话，那个叫登山宝训，耶稣带着门徒带着众人在山上教训他们。但是在路加福音的背景里面，却是耶稣下了山，然后带着门徒去教导这些的群众。所以一个叫登山宝训，一个叫做下山宝训。好，我们看一下这4福跟4祸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里面的经文，其实里面的经文非常的美好，也给我们很多的反省跟省思。20节，我们先来念一下20节的地方。今天的经文20节，我们一起念一下经文20节，一起念来。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圣经里面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各位千万不要觉得在这里面出现上帝的国很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如果各位看8福里面，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犹太人不太直接称上帝，所以他们都会称天国，上帝的国就是天国。所以这里看到上帝的国为什么会有这个用意，是因为保罗透过路加写了路加福音。路加是一个外族人，不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们直接的话就是天国跟上帝的国是一样的。
所以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就是代表在八福里面的那个天国是他们的，那个意思是一样的。但是这里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对比跟对照。24节，我们来念一下24节，一起念来。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不是耶稣很仇视富有的人？好像富有的人是犯罪，好像富有的人是不对的，好像有钱的人是不对的事情。各位千万不要去望文生义。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贫穷的人，或是提到这个心理贫穷的意思，都是跟谦卑很有关系。在过去古代里面，贫穷的人通常都是形容社会地位比较低微的人，所以这些人他们都是比较在生活上面是比较困苦的，他们都是在社会地位上比较低微的。所以他们通常没有什么条件，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去跟人家比拼，所以他们常常是受教的一群，他们不是教导者。如果各位看圣经里面的话，教导者、老师、拉比都是很威严的，但是这些的受众群众都是接受讯息跟教导的，他们没有任何可以讨论的空间，因为没有对话的平等的空间。他们必须要常常要去学习跟效法这些老师所教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身份低微，他们需要去学习的。所以圣经里面提到贫穷的，或者是提到这些叫做虚心的，意思都是同样的意思，都是代表谦卑的人。所以千万不要只以为他们叫做没有钱的人才叫做贫穷的人，他们也代表身份低微或者是叫做谦卑的人。24节里面提到说，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这里富足的人也是一个对比，意思就是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富有的人他们通常都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所以他们对人都是比较轻视或是鄙视的。如果今天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他可能就会认为说这些叫做不入流的，或是叫做不应该跟我站在一起的。所以我们需要了解那个背景，不是像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各位，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特别的场景。在教会里面，不管你是贫穷的或是富有的，不管你是身份地位好或不好的，你都可以坐在一起。但是在过去是不一样的。各位如果能够更体会到的话，就是各位知道，在早期美国在5、60年代的时候，黑人跟白人是不能坐在一起的。那种感受大家就可以感觉到那样的一个差别。所以耶稣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他说，你们富有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安慰。富有的人不是因为他有钱而这个有错，或者是被上帝指责责备说他们是不对的，不是这样，而是他们已经拥有这些的丰富，而他们却不知道去分享他们的丰富。跟各位讲一个实际上的案例，但是我没有要批评任何的意思，也请大家不要去误会。几年前我在桃园的时候，在桃园牧会的时候，我也大概类似像今天这样的一个讲道。当我下讲台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不晓得她是故意要考我呢，或者是要故意要怎么样。她跟我讲了一句话，她说：“牧师啊，要照顾贫穷人，你也要照顾我们这些富有的人。”听得懂意思吗？他说：“你不要常常讲说要去照顾贫穷人，我们这些人很富有，我们也很需要照顾啊。对，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被上帝照顾，都需要上帝的恩典。但是我指的不是说，好像上帝是这个看重贫穷的人，然后轻视富有的人，不是这样，而是你富有的人，你已经获得上帝给你的丰富，你应该是跟上帝一起同工来照顾需要的人，而不是讨拍讨爱，说我还要更多，我还要更多。上帝给我们已经很丰富的，那么我们应该要给别人更加的多的付出跟给出去。当你有2碗饭吃的时候，请给1碗给那个没有饭吃的人。当你有2件衣服的时候，请你把1件给那个没有衣服穿的人。指的意思是这个，而不是说我好像拥有这些东西，我要更多更多更多。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富有的时候，
是你拥有什么，能够看到别人需要的时候，你能够给出去，而不是一直觉得我还要更多，还要更多。亲爱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如果你已经长期在教会里面得到很多的造就、帮助，很多的弟兄姐妹的关爱，那么请多分一点关爱给需要的人，而不是一直觉得我需要爱，我需要爱，我需要爱。只有把爱的泉源放在里面，你才能够给予爱。如果你没有领受爱的泉源在你的里面，你永远觉得缺乏爱。耶稣就是爱的泉源，上帝就是爱的泉源。如果你从来没有信耶稣，即使你在教会再多一天、再多时间，你仍然没有爱，因为没有爱住在你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贫穷不一定是指外在的贫穷，很多人的贫穷是内心里面的贫穷的。所以提姆凯勒这样说，他说：“你对穷人的态度，也在显明你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显明你跟上帝的实际。”你跟上帝的信仰的实际，你是不是真正看到别人的需要，还是装作看不到？我没有看到这些人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看，但是看不见，心里面觉得好像他们有需要，但是却没有实际的行动。所以圣经里面公义这个字包含需要去帮助贫穷的人。其实这个帮助贫穷的人代表什么？这个贫穷的人他需要这些的，他为什么会造成他贫穷？其实是我们要帮助他解决贫穷的问题，让他能够脱离贫穷的状态。跟各位分享，以前我在嘉东的时候，曾经看过有一副对联，他这样说：他说，造成贫穷的原因不外乎两者，一个是叫做这个无知，一个是叫做懒惰，但是更甚者叫做两者兼有。听得懂意思吗？造成贫穷的原因不外乎两者，一个叫做懒惰，一个叫做无知，但是最糟糕的就是两个都有。所以如果因为他的无知造成他的贫穷，那么我们应该帮助他，让他能够提升他的知识。如果他是懒惰的，那么我们应当鼓励他，让他能够脱离那个懒惰的状态，能够勤奋的去做他的工作。所以给予面包倒不如给予他更多的，让他可以知道他的根源在哪里。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懒惰的人，那么是不是可以能够开始有一些勤奋的东西在你的身上？如果你是无知的，能不能够多增加一些知识在你的身上，以至于你可以脱离那个贫穷？所以帮助穷人，公义的意思也是代表要除去跟消除这些不对的或是不好的状态，让穷人可以恢复到他该有的状态里面。我们再来看这个对比，21节跟25节也是另外一个对比。我们来看一下21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1节，一起念来。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这里又提到饥饿的意思，各位其实跟我们等一下会谈的部分有关系。各位想一下，在8福里面有哪一段经文跟饥饿有关？好，25节我们来念一下25节，一起念来。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好，各位刚刚提到8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什么？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亲爱的弟兄姐妹，义的意思是什么？义的意思是做正当的、做对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寻求对的或正当的事情，是渴慕到一个程度，好像我很饿，我很渴，我想要去找食物一样，那样的渴慕？我希望公义能够临到，我希望对的事情能够来到，希望正当的事情可以在这里发生，那个就是一个饥渴。但是如果你不觉得好像你跟这个环境、跟这个社会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叫做你是一个太过饱足的人，因为是没有感觉的人。没有感觉的人不会觉得那个饥饿的感受是什么。如果你渴慕、希望对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个渴慕就是你的饥渴慕义，也就是这里所提的饥饿。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希望对的事情发生在你的家庭，发生在你的教会，发生在你的社会，发生在你的生活圈里面，让对的事情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身边周遭的地方，有没有那样的饥渴？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有的人对这个事情是不关心的，天下怎么样不关我的事情，叫做自扫门前雪，不顾他人的瓦上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里德瑞莎修女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她说穷人饿了，
他不是只需要一块面包而已，他更需要有人要去爱他。穷人赤身肉体不是只要一件衣服而已，他希望有人能够注意到他的尊严。穷人在无家可归的时候，不是只有给他一个地方住，而是让他知道他不孤单，他能够有人关心他，没有人去放弃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爱是比对的事情多一点点的。当你能够付出爱的时候，那么你即使这个事情是，比如说你5点钟下班，8点钟上班，这个是一个正确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能够为了服务人的缘故，我可以多一点时间能够去帮助人的时候，那么这里面就是有爱了。以前我们在救灾的时候，八八水灾救灾的时候，有一个社工是这样，他知道白天去探访这个一些的需要的人的时候没有办法，因为大家都在忙工作，只有晚上的时候才能够去访到这些需要的人，所以他特别增加他的工作时间，在下班之后他自己自愿留下来加班，去到案家的地方去问案家，去照顾案家，去帮助案家。这些东西是他没有去申请任何加班费的，因为他知道说白天去没有人在，但是我只有晚上去，我才能够去照顾到或是去帮助到我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爱是比对的事情多一点点。如果你能够愿意为了人的缘故多加那么一点班的话，那么你是用爱心在对待这个人跟工作。但是如果你说我早上8点上班，5点下班，这个叫做对的事情。所以爱是比对的事情多一点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比对的事情多一点点。所以不是只有在口头上说爱人，我们需要在真诚跟行动上能够来帮助人，让人能够因着我们得着帮助。所以曾经有过一个故事是这样，有人很饿了，他去跟人家乞讨，希望能够给予帮助。然后他跟这个人讲说，我饿了，是不是你可以给我一块面包？这个人跟他讲说，我告诉你，这个在我们家巷口左脚的地方有一个面包店，很好，然后他这个面包做得很棒，它的面粉是意大利进口的，它的奶油是这个澳洲进口的，然后它有很多的这个成分，然后很有营养。这个穷人他需要的是一块面包，而不是你讲了很多这个面包有什么营养，或是有什么样的内容物在这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给予实际上的帮助，而不是只有在口头上的。我们基督徒常常会是很会教导别人，但是我们在行动上是很弱的。求上帝怜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实际上有行动的人。当有人需要面包的时候，我们给予的是面包，而不是给他一个这个成分表，上面这个面包的内容是什么样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给予别人一块面包，胜过你给他一张成分表，那是更加有用的。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第3个福气跟第3个祸患。21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1节一起念一下，21节一起念来。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好，这是21节。25节我们来念一下，25节一起念来。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要哀痛哭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对比，为什么哭的人要笑了，然后笑的人却要变成哭了？各位，在8福里面，耶稣的登山宝训8福里面有一个对照的东西。圣经里面8福里面讲什么？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各位知道那个哀痛的意思是什么？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不能够为了罪的缘故，为了不对的事情感到忧伤，感到悲伤，感到哀伤？我能够有感觉。各位知道有一个词叫做有感，知道吗？有感的意思是你有感觉。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罪是没有感觉的，很多时候我们对不对的事情是没有感觉的，很多时候我们对不公义的事情是没有感觉的。那个东西叫做麻木了，我们再也哭不出来。有几次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师母常常跟我讲，他说：“你这个没良心的人，这个电影里面演的这么哀情，为什么你没有哭不出来？”当然我不晓得哭点在哪里，可是另外一个表达就是，我们看到需要的地方的时候，或是我们看到有罪恶发生的时候，或是看到有这些不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为这样感到忧伤？包括为我们自己感到忧伤。
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在上帝面前你得罪上帝了，得罪人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在上帝面前谦卑跪下说：上帝啊，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求你赦免我。上次我们提到有2个比喻，就是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税吏。当他们到圣殿里面去祷告的时候，法利赛人在上帝面前说：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这个税吏。你看，我是每天都每个礼拜、每个月都奉献1/10，我都去教会做礼拜，然后我都去照顾那个鳏寡孤独的人，我都去帮助贫穷的人，做得很好。但是这个税吏他在上帝面前的谦卑是什么？他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被指正，当你被圣经的话指正的时候，当你被人指正的时候，你是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还是千错万错都不是我的错，都是别人的错？亲爱的弟兄姐妹，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要喜笑；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哭。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觉得你需要改变，如果你不觉得你对罪有感觉，如果你不觉得你需要去调整你自己，要悔改的话，那么恐怕我们将要面对的是哀哭的。你不晓得哪一天上帝审判的日子要来到。我所谓审判的日子，不是说要恐吓大家说，好像我们有一个日子上帝要来审判，所以我们大家要谨慎。其实不是只有这样，而是让我们知道说，当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悔恨说，早知如此，我应该要做些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哀哭的人有祸了，因为我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我们要喜笑；但是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我们要哀痛哭泣。求上帝怜悯，特别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我们需要更多的求上帝的怜悯。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有很多不对的事情发生，我们能不能够有这样的感觉跟感受？包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当人彼此争竞的时候，有一些伤害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些怜悯的心在这里面？有没有哀痛在这个里面？我们有没有为了不和而哭泣？我们有没有为了要能够合一而祷告？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反省的。所以上帝更在乎的不是你是一个犯罪的人，而是我们能不能够为了所犯的罪能够去悔改跟哭泣。我们会不会是麻木了，对罪不再敏感了，我们不再对罪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了？愿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可以有感受，对罪是有感觉的。我们可以对罪敏感，但是不要有罪恶感啊！我们要对罪敏感，对罪的事情我们要能够知道哪些是不应当的，哪些是应该的。但是不需要常常把罪恶感放在里面，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要常常对罪敏感，但是不要有罪恶感存在里面。耶稣已经赦免，但是我们要常常对罪是敏感的。如果对罪没有哀伤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了解救赎的意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对罪感到忧伤，能不能够为自己能够在上帝面前的痛悔？各位知道圣经里面有2个王是很大的对比。有一个王，他杀人家的先生，抢人家的太太，然后做尽很多的事情，但是在圣经里面他却被称为是合上帝心意的人。另外有一个人，他品格各方面都没有什么问题，甚至他比别人众人高过一个头，他很会打仗，他很会去怜悯人，甚至上帝说要灭掉这些人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去赶尽杀绝。但是这个人他却是上帝所看为不喜悦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大卫王，一个扫罗王。大卫王看起来是罪恶满盈的，但是他在上帝面前的悔改是真的。当先知提醒他的时候，他彻底的悔改在上帝的面前。这个觉得好像生命上他没有什么问题的人，当先知提醒他的时候，他却告诉先知说：不要让人家觉得我没有敬拜上帝，请你跟着我一起出去，免得人家认为我没有信了，我没有信上帝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在掩藏自己的罪，一个去认自己的罪。求上帝怜悯，让我们能够真诚的去认自己的罪，在上帝的面前。好，最后我们要来看这个对比了，22节跟26节，我们来看一下22节跟26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对比。我们来念一下22节，一起念来：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这些话语对的是当时的基督徒，或是当时信靠上帝的人。如果你信靠上帝，如果你因为信上帝的时候，而有些人给你一些
莫须有的罪名，或者是贴标签，或者是给你有一些的这个不实的这样的指控的时候，他说我们反而是有福气的。愿上帝怜悯我们基督徒，看福跟祸跟世人应当是不一样的。好，我们再看26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6节，一起念来。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只是为了要得到人家的肯定跟称赞，因为圣经里面说他们带假先知也是这样。如果你只是要来赚取别人的名声好处，或是只要赚取别人对你的肯定跟鼓励，那么恐怕要想一想，这些人的肯定跟称赞是不是真实的。但是反而有些人，因为你信耶稣，你照着耶稣的话去行，你认识耶稣，并且你按照圣经的话去做，但是会有一些对你的攻击、批评，或甚至是论断的时候，那么请记得，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为主名的缘故受了这些苦。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知道我们的苦，上帝知道我们的苦情，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在10年前，其实也是在荣光堂里面。10年前，其实我就已经来到南部的地方，那时候在嘉东，我也来到我们的荣光堂这边，曾经有参与过一次的跨年的祷告会。我记得那一年的祷告会里面，徐志强牧师在上面台上来读那段经文的时候，刚好是读登山宝训8福的这一段。他说什么？他说：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感受特别的深刻。各位知道，被派到前线去开拓布道所，去做这些的事情的时候，也是被人家辱骂最多的时候。我们常常被贴了一个标签，就是浪费钱财。为什么加油要那么多钱？你难道不知道这个油很贵吗？我们甚至常常会因为要去救灾的缘故，需要去花一些的经费的时候，干嘛浪费这么多的钱啊？这个钱要好好的使用，为什么会这个好像没有节制的去使用？我们必须要面对很多这些的指控，不实的指控。当你要去帮助人的时候，可是在那个当下，我们也得到很大的祝福。在我们去嘉东东港那边开拓的时候，上帝真的让我们看到凭着信心过生活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你的隔壁邻居是卖素食的，他是拜佛教的，信佛的人，但是他却会把他家里做好的泡菜就送到教会里面来。你需要的一些的东西，很自然就会有人送到家里面来。当你缺乏的时候，我反而看到一个事情是，我自己的宗派，我自己的教会没有给我帮助，但是反而是在当地的这些人，他们给我了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怜悯我们，有时候攻击你的不见得是你旁边那些跟你一样不是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反而是那些信耶稣的人，反而攻击你是更多的。求上帝怜悯，让我们能够知道，有很多事情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也必须忍耐。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大的。对不起啊，不是要抱怨啊。好，所以耶和华永远掌权，上帝永远掌权在我们的当中。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会掌管，他是审判的主，他知道对跟错。他不是一个无知的上帝，他不是一个万应公，只是我们求什么他给我们。上帝是有智慧的，上帝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会做最终的审断。耶和华是永远掌权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即使我们受苦的时候，也要相信上帝是永远掌权的上帝。这个图可能大家有曾经看过，各位知道在几年前曾经有过一个黑人，因为一个白人警察的缘故，他用膝盖顶住这个黑人的脖子，以至于这个黑人就死掉了。所以各位知道膝盖可以伤害人，但是各位祷告也需要用膝盖的。你要跪下来的时候，你需要用膝盖跪下来。所以膝盖的力量能够让一个人窒息死亡，但是膝盖也可以平息跟修复那些的愤怒跟伤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膝盖要用来伤害人，还是用来跪下祷告上帝，求上帝来怜悯我们。所以麦安迪牧师说，仁义的结果是平安，不是只有求公义的社会，而是关乎信实跟怜悯的社会。
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社会不公义的时候，求主怜悯我们，让基督徒不是站在外面看的，而是我们是进到社会里面去改变这个社会的。所以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神的意象；哪里有意象，就有神的工作；哪里有逼害，就必有更加的福音广传。苦难的当中，让我们更贴近上帝。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看到很多人说，到底意象在哪里？当你看到需要的时候，你就看到意象在哪里。在哪个地方有需要，哪边就有意象；哪边有意象，哪边就有神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妄谈社会黑暗，不要妄谈世界是黑暗的。如果基督徒是光的话，那么让我们进去里面，点上那个蜡烛，成为光，让世界因为我们而改变。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信息。第一个，耶稣关心全人的需要，不单关心心灵的需要，也关心身体的需要。所以基督徒要关心的，你不是只有关心别人心灵的需要，当然心灵需要很重要，但是如果有人有身体上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应当给予他关心，给予他帮助跟支持。所以爱德华兹说，但真信徒爱弟兄，既关心灵魂又照顾身体，正如基督的仁爱跟怜悯一样。耶稣照顾贫穷的人，耶稣也看顾人心灵的需要，身心灵的需要，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去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意向的地方。所以行善的重点不在乎要得着什么，或者是要付出什么样的东西，而是要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人眼中看到像耶稣的人。所以刚刚提到了，耶稣的门徒是像耶稣的，我们所行的是不是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了耶稣？第二个，耶稣关心世上的穷人跟富有的人的需要，所以千万不要误会牧师刚刚讲的，好像我对贫穷人是比较多照顾的，然后对富有的人比较多批评，并没有。耶稣关心世上的穷人，也关心富有的人。这样的文说，我们不是财富的拥有者，而是财富的分配者。当上帝给我们财富的时候，当上帝给我们丰富的时候，让我们懂得去跟人分享这些的丰富。卫理公会的谢范歌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说，他说自己有的分给人，上帝给我们丰富，让我们可以去分享给别人，而不是只有占为己有。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富有的人，那么请跟你的需要的弟兄姐妹分享你的丰富，即使你只有2碗饭，你也仍然能够分1碗饭给有需要的人。上帝在乎的不是我们跟多少伟人站在一起，我们很多人希望跟这个伟大的人，或是跟这个身份地位高的人站在一起，但是上帝更看到的是，我们需要跟卑微的人能够坐在一起。我们能不能够跟需要的人、卑微的人能够这样的一个接触，跟他们能够在一起生活相处，能够了解他们的需要跟感受。第三个更重要的事情是，耶稣承担人类苦难跟挣扎的需要。所以耶稣不是只有讲叫我们去做，耶稣自己成为人的样式，跟我们一起来受苦。所以耶稣用十字架来回应世界的苦难。当受苦的时候，当我们遇到痛苦跟困难的时候，耶稣就在这里。耶稣在我们的里面，耶稣不但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也用十字架来解释跟回应这个世界的痛苦。上帝是跟我们一起受苦的，所以基督的十字架不但意味着对苦难的表达，也意味着对苦难的抗议。所以愿上帝来带领我们。这一句话也许很深，但是我们可以去理解，耶稣透过十字架告诉我们一个事情是，最公义的人却死在十字架上，最正直的人却死在十字架上，最好的人却死在十字架上，而十字架却是对最不公义的人、对最坏的人、对最罪恶的人要钉上的一个刑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受委屈，但是耶稣如果不受委屈，我们就得不到罪的赦免。愿上帝怜悯我们。有些时候你会受委屈，但是求神怜悯，你受的委屈就跟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一样，他是公义的，但是他却要受不公义的对待。当你受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请记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福的。所以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也是德瑞莎修女的一个分享。她说，爱的反面不是仇恨，而是漠不关心。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爱的反面是仇恨，其实不是。当我们不关心的时候，不 care 不在乎，
这发生什么事情跟我没有什么关系，那么那个才是真正叫做爱的反面。很多人完成一个事情是用恨去完成的，包括有的人要达到成功的目的的时候，也是因为恨的缘故去完成，但是至少他去完成了。但是爱的反面不是恨，爱的反面却是漠不关心。愿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不是成为一个不关心的人，而是能够进入世界。耶稣差遣使徒进入世界，耶稣差门徒的时候，这些人是学习耶稣的，但是当他们受差派进入世界的时候，他们就从门徒变成使徒的角色，他们成为进入世界去改变世界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也差我们进到黑暗的世界，不要只有抱怨世界黑暗，让我们进入世界能够去带来光明，去改变这个世界。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虽然我们指责这个世界的罪恶，但是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责任在什么地方。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世界的光，世界的盐，能够在这里面发挥我们的功用。也许很多人不理解我们，也许我们所做的事情得到的是别人负面的回应，但是都让我们坚定信心，靠你得胜。即使这些事情是被攻击的，但是只要主你是对的，只要主你带领我们，你给我们的命令，我们就照着去行，好让这个世界因我们而改变。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我们要来做京剧的背诵，我觉得我们两次要把它背起来，好像有点为难大家。我们来念2次，好不好？来，预备，开始。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路加福音6章17节。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路加福音6章17节。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新灵粮诗选569首，线上活祭。我们唱全首，它只有2节，那么我们2节唱完以后，我们副歌再重复一遍。线上活祭。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你心是直到永远。我的神，因你奇妙生命，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就有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有我一生。我心深深向你敬
请思宪同工到前面来，我们要收纳今天的基督徒奉献。万物都是从主而来，我们把从主而来的献给主。我们低头祷告。满有恩典、厚赐丰富的主，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蒙你所赐。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将从主而来的献给主。我们诚心所献，求主悦纳。奉基督耶稣之名，阿们。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唱《向主献成歌》。我先来介绍两位新朋友，一位是汪静姐妹，请问你在座吗？欢迎你。请坐，谢谢你。我们待会会后的时候可以跟他认识一下。请问你是不是听一老师邀请你来的？不是啊。好，那另外一个就是黄志文姐妹，我们今天的伴奏老师，谢谢你，请坐。她在我们教会进驻好多次了，我们希望她能够继续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现在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请向弟兄姐妹拱手问安。
请坐。现在呢，我要来报告我们今天的报告事项，有非常多个，我就快速的念过去。今天是显现节后的第6个主日，欢迎实体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给你。我们教会依卫福部2级防疫规定的标准呢，主堂有限制座位的人数。那么在座的弟兄姐妹很显然都是被允许进来的啊。那如果说你比较晚来呢，就是座位已经满的时候，请依照同工的指示。那么，请我们会众们能够依循教会防疫规定，严格执行洗手、戴口罩和量体温。那室内不得饮食。我今天进到教会1楼招待厅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弟兄姐妹，不知道你是不是都用手机实联制啊？因为那个签名的那个人数实在是有点奇怪，太少了啊。请弟兄姐妹不要忽视这件事情啊。就是说，你进到教会，如果你没有用手机扫条码的话呢，请你一定要在上面簿子上面登记。虽然我们中标的几率非常非常的小，但是我们还是要确实做到啊。那请大家不要忽视这件事情，要自己你弄那个酒精的时候就会有体温了，那个度数出来，请我们大家能够忠心的执守，这是也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好不好啊？那按照教会的年历，2022年的是路加年，今年度的主题是为爱走出去。那为了本堂能够成为爱行动的教会，一起来祷告。那今天中午呢，有非常多的会议，11点半在201教室呢召开小组长的会议。那12点到1点半呢，继续召开2月份小组长会议。1点半在6楼召开2月份的执事会议，请同工能够准时参加。那么我刚刚看到后面啊，有关马祖探宣队啊，第6项马祖探宣队呢，好像也是12点半哈，12点半要11点半，对不起，11点半要开会啊。那这个连同我就把第3点和第6点一起报告，请大家注意你开会的时间。那么本周4晚上祷告会要暂停一次，因为呢要提前在礼拜3晚上7点半在高雄卫礼堂与第59届年议会会前祷告会呢一起要合并举行，请我们会有注意时间，从星期4改到星期3，而且地点改在高雄卫礼堂。那么第7点是下周日主后呢要举行一个3楼的献琴感恩音乐会，那么我们一起为这个祷告。第8点上周就是有关于我们6楼啊，有关6楼的募款明细都已经在上面了我们还不足124730元，那请我们大家按着主给你的心意你能够继续奉献，也求主赐福我们在我们教会的事工。那么教会在2022年的哀读经计划进度已经都在上面了，我个人是参加1年速读那么这边上面都有进度表，大家看到这个进度，请大家遵照。第10点，教会成人主日学要开课了就是在今年的2月27号，就下礼拜要开始上课。我们成人主日学校长他今天不在那他吩咐说下个星期天呢，他会在台上跟大家仔细的报告我们所开的课程以及老师，他都会来跟我们一一的介绍。那同时下个礼拜会请大家报名。那唯一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圣乐欣赏和学唱的这个班呢，我们一直都没有停止但是呢，请注意，就是说下礼拜因为在3楼有这个音乐会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会暂停一次。那今天还是有那我们呢就是没有休息，今后只要没有特别的事情的话，我们会这个班会一直下去。那牧师探宣队已经讲过了，好。那第6点我刚刚跳错了。第6点是总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2月18号这个本星期五要召开年议会的选举会督以及各样事工的会议主席我们要在就是说今年是选举年了，那要选我们的会督及各委员会的主席。那我为了这件事情来祷告，因为
我们的会督和各委员会的领袖呢，是我们卫理公会整个带领我们走向的啊。所以呢，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为了所有联谊会的代表祷告，让他们能够选出合神心意的人选。另外就是第12点，卫理神学研究院已经要在2月25号开办新的课程，是神学导论。那这次授课老师是刘清乾牧师。请关心我们教会神学教育，还有为本堂这个延伸教育来祷告。那教会预备在3月第2周开始，礼拜3晚上要开一个卫斯理传奇课程，这个课名非常吸引人哦。牧师需要报告吗？那请牧师。好，弟兄姐妹，我们牧师这边补充一个报告，就是我们会开一个卫斯理传奇这个课程，是因为我们是卫理公会，所以我们需要对我们的这个宗派的开始跟认识有一些了解，那所以我们会有开这个课程。那主要是要来分享卫斯理，就是约翰卫斯理这个人，他怎么样从英国产生一个大复兴，一直影响到美洲的这样的教会。所以卫理公会在全世界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教会跟宗派，当然在台湾比较不一样，在台湾比较小一点啊，但是在国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宗派跟教会。那我们是怎么样演变来的？那我们最早开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卫斯理这个人可以改变当时的英国？那这个是我们要去能够了解跟认识的啊，所以我们请大家能够来报名这个课程。那因为补充报告的关系，那牧师这边也是顺道再补充一个东西，就是昨天从早上到晚上，其实牧师有很多事情在处理，包括昨天早上有丧礼。晚上的时候带一个婚前的辅导，但是更晚的时间9点半以后，有一个老弟兄已经离开我们了，然后回到天家去。那牧师要说的意思是，其实整天对我来说那个体力的耗损跟精力的使用是蛮大的。其实牧师很需要弟兄姐妹的祷告，所以请弟兄姐妹关心教会的需要，也为牧师祷告，因为牧师不够用，只有一个，所以希望我们可以保留着用，能够好好的使用它啊！所以请大家为牧师祷告，希望我们可以撑得住。那我们也真的需要弟兄姐妹的关心，因为一下子丧礼，一下子这个婚礼其实真的要调试是心里面很困难的。那请弟兄姐妹真的要为教会多关心祷告。一开春就有很多事工要进行啊，所以请大家刚刚讲了，用你的膝盖跪下来祷告。也许膝盖可以成为伤害人的工具，但是膝盖也可以成为跪下祷告的利器啊！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多跪下祷告，跟上帝求恩典，让教会能够有更多弟兄姐妹愿意投入参与侍奉，让教会的事工能够顺利的进行。这样，谢谢。那我想报告就到这里了，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来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闻名，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开春之后，我们一切就绪，工作、生活、家庭一切蒙恩，也让我们能够成为走出去行动的基督徒，使我们带着使命进入世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弟兄姐妹，请坐。请在订阅声中为今天的报告事项所需要的弟兄姐妹需要的
来带祷。有病痛需要牧师祷告的，你可以到前面来，牧师要为你祷告。今天的圣乐课程我们要在3楼举行，因为乐器已经都在这边了。